就有一擺啊，對日本啊，愛轉來台灣時，就拄到嘅風采，就日本嘅朋友風采。因為我就想，我就動上新嘅比洋機嘅航空公司，佢就講誒，愛比做得比，故說我就上新啊，我就去湊嘅嘛。結果大家都有湊過比洋機吼，都有湊過吼。湊比洋機就會順愛用送戲嘛，劍氣。誒，一開始愛送戲，我當歡喜，愛轉播下咧，好，愛送戲嘅。冇。叫重備，就要兩擺重新比，唔過佢喊喺劇聽講，佢一聽愛上戲，叫硬頸嘅精神出錯嘅，當硬頸，好叫佢上戲就愛上戲點哦，就愛用自控愛用愛上戲，要上戲，愛上戲，要上戲，就算上戲唔順，唔過你上戲過後要運用版。都係機嘅安全帶嘛，到巡航高度嘛，1萬英尺。冇唔錯，我就經典嘅天賦做啲小實聽，我就做機愛用嘅安全帶。唔過我嘅天賦就經冇小實聽，因為呢佢就愛用很除咗愛用鏡鼻，愛用鏡。這個太快了好嗎？人會被晃死，會縫隙掉。這應該有鼻孔啊 ！shake。冇，嗰陣我真領導到去搞會小睇，因為佢就愛用鏡準。咩？嗰樣是老闆你講下。我老我嘅男朋友就愛用。面看起來面色都唔好看，面強，佢可能係懂人情，唔過佢就躺得眼耳嘅，哎呦，我就講，我會死的啦，真嘅會死的，佢就喂我吧，點？佢係講唔躺一記啊，哎呦，做啲人情，關心一下，你就是狗屎嘛，裡面是如果送到極盡的時節，它真的是一個我忍耐的最高點。我印象哦，最每一秒哦，就我記憶的最後一刻，黑日在阿婆，然後哎呦男人講，冇着急，唔怕，冇着急，唔怕。唔會死。喂，你口那邊啊，嚇死嘢！喂，因為佢那安慰啊。會是孟婆湯志工啦，哎，原來是孟婆安慰，因為看起來動痛服啊，但是因為他這樣給安慰的時間，應該是感覺動起我腳，越哭那個呼吸越急促，是感覺動痛，因為整個肺就是身體很痛，然後就直接失去意識，結果咧，我想起來、紅起來的時間咯，隔好幾天了。然後一醒來的第一個瞬間是啊，我竟然有嘴呢，還活着哦，感謝白公啊，感謝天公啊喲。好，然後醒來之後呢，醫生是讓佢講哦，因為你係肺栓塞，其實肺栓塞咯，各種朋友分享下，其實那個腦中風啊、心肌梗塞的嚴重啊，它是急性的，幾秒鐘內就會致死的嗰種，就是血路啊、不切到啊喲。還有咧，繼續讓人講哦，因為帶到易燃差不多最少一張眼，當因為注射那種高濃度的凝血劑，含有20點鐘啊，因為俺那個肺臟氣gases，有1/3的氣gases哦，全部爛退嘞、污退嘞，所以那種帶着氧氣，沒血戰嘞，但是就是因為食到嘞，它就整個壞死掉，所以要帶那個氧氣罩。不是甜的關係。唔係，後來就發現到係愛吃咖本身那個就是先天性的蛋白質 S 缺乏啦，然後配上嘢身體冇乜強壯。後來就發現到醫生就讓我講哦，假使你也吹到古希團一樣，你一定是大將軍，你非常適合哈上戰場，因為你很會凝血。哦，因為血唔會出啦，唔會動，唔會出血，它是抗凝血，它是凝血效果特別好。調轉給啦，沒血沒淚。哎，你完全誤解醫生的意思。之後講，我面對死亡呢件事情，最困嘅一擺就係我媽媽咧，因為我媽媽嘅糧食肚都也嘅難撐啦，我就一直批判佢。啊，最密嘅時間就係帶到也嘅安寧病房，大部分嘅時間就啲咧衰木啊，我就非常珍惜咪非常珍惜吼，同佢相處嘅每一分每一秒。有一擺咧，佢就同我講，分嘅佢就同我講啊，當上愛食嘅瓜嘅哦，佢就講，我買嘅瓜嘅啊，佢講佢想愛食嘅哈密瓜、梅龍瓜，因為人嘅下豬頭佢就上過來，大部分嘅時間就分嘅，有啲上過來就講，你用啥嚟食瓜嘅好冇啊？我看佢精神暗好，我知道咩好啊，我就將個梅龍瓜吼切一半啊呢，啊，而咩冇乜嘅菜刀太複雜嘅，就簡單，你用啥就拿個桶子啊呢。慢慢的搖，慢慢的吃，哇，500個人真是有甜哦，也好食哦。
啊，就应大嘴骨，也迄个水暝咧，较有精神、较有意识，同我来讲吧。这段咧，佢就同我讲，哎呦，还好呐，家的N63吼又多了一团鼻翼了，就说我们正好啊，又是在最后的时候多了一段回忆。结果呢，真是就变成我同我妈妈之间水暝一团鼻翼啊。离开过后咧，我大拜送两几个时间，我就会照去买个美露瓜，还就应用到去咸菜嘅用嘅，啊同埋大嘴骨嘅用嘅。还没懂干枪啊，没本来按那个比喻，还没提到讲，哎，要用伴来好好活着。所以你是空谁读到按那个事情，不过也系我一生人最好嘅登录啦。就係我嗰種時係我加工啦，因為嗰種時係我加工就係帶啲。冇，我加工很菜。喂，加工都在有菜吗？你那個後勁太強。加工很菜，加工很菜。因為就係。加工喺條擺教書咪？阿公冇菜，唔過加工很菜。哦，因為嗰種時就係我加工係啲苗栗嘅係做教書嘅人，就係。動強嘅人，故做佢係做嘅數學嘅教書，佢對設計係非常嘅要求，都非常嘅嚴條嘅人，就係幾種非常嘅客家嘅台南嘅人。不過有一班人，因為啲種下嘛，佢哋就企喺學堂擺，都係大家安全帽都係戴西瓜皮，對嘛？我真嘅提倡大家總唔得戴西瓜皮，真嘅總唔得戴西瓜皮。一定要戴全罩安全帽。一定要，真的太重要了。因為嗰時就戴個西瓜皮啊，就讓平常時看到睇到會企喺學堂擺。結果就被一台車嘅衝到咧，而規個人就按樣飛出去，嘅老人家都按到聲嘅，按樣飛出去，按樣架殺，出架要買腦溢血，別腦筋，冇唔錯，出架別腦筋，後來就夾就送去醫院啊，所以醫院就出架進咧手術房就開刀咧，出架開刀過後呢還冇上來，就啲家父嘅偏風地位度。嗰陣時呢，個醫生就講誒，可能呢2個禮拜過後呢，佢就算有上來，咪係出院咧，誒未做好心理嘅準備，結果佢第3個禮拜上來咧，不過佢還有佢嘅意思，就是佢還做的就冇變出院，佢做的設計係透氣，就對醫生來講說係以後當然會成為奇蹟，對，算是醫學奇蹟。即係我拄到個清空冇從大家強容，可能係面對按接群個死亡個情況啦，我是有到皮肉傷容易，唔過我是起到啲皮肉傷都不愛動痛咧，所以拄到樣個事情，當然咪會希望自己係拿生意掉，唔會拄到樣個事情，唔過從拄到順條個因啊，可能有狗性啊，冇是屍體掠到事情，愛起到冇是不平啊掠到。請問一下，狗性撈屍體要買冇？狗性好好係啦，共犯冇強要，係有氣質啦，從我見冇強咯。應該切到嘅。做醫生都係用啦，真係心境平變自戀。兩個感染然後傳染。但如果真的會講吼，有乜嘅遺憾嘅話吼，應該就會講，但自細就開始減皮，都要係行成功，成功法啊有流行冇啊，你某些東西還會變太久。如果真有遺憾的話，我只想要瘦一回。接受啦，接受。哎，你講食材呢？講食材，唔過家己咩講到嘛，人生有東西無法度控制，像係體重咩控制。有喪失真嘅唔係愛講愛冇食東西就會臭。冇錯，把腳沒底啊。對啊，呼吸都會胖誒。我本來喺東門當面嘅狗係咩叫？大字泡咩叫？馬街路講唔講咧讀到，唔講唔知那樣是為屍體故事咧，愛好好把握時間。想去做嘛就去做，係講唔會講咩，愛勇敢去面對佢。最重要嘅係愛請到一個男朋友。好呀，一星期天都可以搞一百冇安尼啦，真係。你剛才醫生講快啊！我老太太講就邊咩？佢竟然喺本人算命，講佢60歲會出嫁，佢講哈，我到60歲還搞唔到男朋友，拜託莫按呢，人咁樣唔可以出嫁，係冇？你的出家，我就跟他講，可能出嫁係出去負卡我，不會搞到一張男朋友。你係叫你啦，香港睇上股，要花睇假股。